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12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彻底解决后壁区、德围后社区容易淹水的问题，市府水利局向中央争取伫咸水区设立后镇抽水站，总工程费8800多万。经过18个月时间，上个月市长黄伟哲亲自启用，并且当场见证抽水的成效，相信会当应付今年雨季的考验。3、2、1，启动！大家掌声鼓励，为我们台中政治决定这个。市长委贴水利局长李贤义甲立委议员等在地乡亲的共同见证，为伫咸水区后镇的抽水站正式完工。市长嘛亲自为机组来启用，希望摆脱过去这一落大雨就淹灭2-3公尺悬的恶梦，而且特别伫丰盛期进前完成，准备台面，要互民众安心，意义重大。去年淹水的时阵，连这个物件拢咱这个厂房拢淹起来，迄个时阵抽水站还袂起好，咱的抽水机嘛还袂进驻但是即马希望今年拢咱风调雨顺。即马抽水站开始运作了后，咱拢莫有拄到淹水的情形，嘛莫拄到落大雨的情形。但是人算不如天理算，有当时若阵一阵大雨落，要淹水的时阵，咱的抽水站就会当有这个功能。会中水利局长嘛表示，目前全市已经完成56座大型的防洪抽水站，其中后镇这座得向中央申请容易淹水地区的治理计划，总共开8800多万兴建，集水的面积高达270公顷，透过抽排方式排离八江溪，相信会当有效解决当地积水甲淹水的情形。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现主时，世界各国拢投入电动车的市场。台南市政府为了协助在地汽车等相关零组件的产业，会当抢占电动车的商机。12号下晡特别举办论坛，希望透过产官学研的力量，共同打造台南成为智慧车辆的示范社区。伫全球电动车产业商机论坛进前，市长委贴特别建立电动车感受一款汽车产业升级的新潮流。对市府来讲，为了协助在地汽车零组件产业来抢占电动车市场的商机，经济发展局特别伫南台湾创新园区办理论坛，包括产官学研等代表200多人拢踊跃出席，希望掌握电动车领先的关键技术，共同打造台南成为智慧车辆的示范社区。还有我们装在台湾有相当程度的跟台湾的厂商汽车零组件合作。那虽然他现在搬到美国去了但是我们也许错过特斯拉，但是绝对不容许错过下一个阶段的这个电动车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大趋势。大家知道，不管政治人物怎么更迭怎么更替，那未来电动车取代这个燃料车，这个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那所以呢，我们很期待在台湾的汽车零组件的厂商现在是占有非常强，在全球占有非常强的地位。但是整个的这个产品或整个产业改变了之后，我们如何掌握这个浪头？就如同全球500强的企业，10年前跟10年后，甚至20年后，常常都有些改变。未来汽车产业不只是电动化，包括自动驾驶甲联网，拢是一大改革，嘛将大大影响未来车厂甲经营发展。嘛期待透过专家无共方向的交流，来掌握商机。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依然有一位85岁癌症末期的简子明老先生，
现主是新歌头上届袂过心的，除了厝内人以外，就是收藏多年的儿童山歌木洞架文物。伊的查某囝为了完成老爸心愿，特别选定对文化保存上界努力的台南市来做收藏，希望互庙宇的历史文物会当继续传承保存。台南是千古历史内涵的文化古都，一直以来，台南市政府对着文物资产保存，也则是文化推广工作，拢是尽心尽力。伫宜兰一位85岁的简子明老先生，因为知影市府对着文化保存的努力，特别将这2座来自台中保安宫古庙拆落来的二通山瓜木洞架，捐赠予台南市政府典藏，作为电视教育推广的运用。为了感谢简老先生无私的奉献，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颁发感谢状，代替民众表达心中的感谢。好，来感谢呢，我们简老先生。那要有心人能够花很多的心力，这个物力来去维系。那我想说，我们一定跟这个简家，我们的各位好朋友来配合，给一个交代。我们一定要用最好的方式来保存。第一时间我想到了黄市长，因为黄市长是最热爱我们这个把我们台湾的文化文古物可以保存得很好的一位市长。那另外台南也是我们的文化古都，所以呢，我就硬着头皮请示黄市长说，可不可以帮我爸爸圆这个梦，把这2座在我们的心里它是无价的。这次的捐赠，和简子明老先生多年的收藏，有了上完善的保存，嘛，让木洞者的传统记忆会当继续流传落去。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铁路警察被刺杀，瞬即一案，引发社会大众对着警察用枪事件的讨论。真侪民众认为当时状况紧急，环境应该大胆用枪。不过因为案发的现场有真侪民众，可能是环境唔敢用枪的原因之一。对此，台南一位资深的警官就建议，在警务训练的时阵，应该依照各地治安的状况，增加警察实务情境训练。加强第一线环境的反应能力，避免遗憾搁再发生。警方用枪的时机一直以来拢引起社会议论纷纷。毕竟每一个案件复杂程度拢无同，有一寡嫌犯甚至早刀枪，所以面对无同的情形，当然要有无同款的处理甲应变。对此，一位资深警官表示，警方一般的训练大部分拢是大枪甲综合逮捕术，但其实应该依照各地治安状况的无同，增加警察实务情境训练，加强第一线关键反应能力，以减少危害。因为在警械使用条例里面，它有规定，使用警械时要避免伤及无辜。那我们从影片上可以看到当时的状况。歹徒的后面还站了许多民众，我相信这个也是年轻的铁路警察员警不敢用枪的原因之一。用枪时机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在这边，我们也会非常强烈建议，在训练的时候，各警察局、各分局要依照地方治安状况的不同，对员警实施警察实务情境训练。这个训练里面可以掺杂武力的使用、法律的依据，让员警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安全、更得心应手。对着铁路警察李承汉被毒死一案，伫网络嘛引起防弹背心敢会当动得起的讨论。网络社团战斗力执法人员准备补品，对此嘛特别制作影片，实际测验防弹背心的保护能力。大家对影片当中会当看到一名高强大汉的中年人，双手提着高品质的刀具。大力拄入去防弹背心，但上深嘛是2.5公分的深度。这名防弹背心对着用刀来喷，嘛同款有保护能力，所以建议员警伫执行任何勤务，都应该穿着防弹背心。由于前阵子铁路警察局员警不幸殉职的案件，我们在这边强烈建议外勤员警出勤时一定要穿着防弹衣。我们从影片上可以看出来，防弹衣对刀的穿刺、砍劈都有一定的防护效果，所以出门一定要穿防弹衣。
警察迎枪的时机重要，但个人执勤甲周边民众安全同款袂当疏忽。对着远景李承翰牺牲性命维护治安的危险，对了，互社会各界感觉唔甘，也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加强训练，互警方的执法更加精准、安全更有保障。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为了行销大兴野区的特色商品，加旅游观光，兴野区公所联合大兴野相关的13间店家，甲台南知名百货公司合作，举办不散展。为期3天的活动，除了会当买到大兴野区的特色商品以外，阁会当参加摸彩。为了行销大兴野地区的特色商品甲旅游观光，兴野区公所首次来到府城举办行销活动，即届配合店家。为食的到啉的应有尽有，而且深具地方特色。市长黄伟哲嘛出席开展的活动，鼓励民众爱把握这届难得的机会。其实台南市虽然是同一个直辖市的屋顶，但是事实上风貌、人情以及整个物产差别也蛮大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内部的交流，我们自己都要把芒果卖到国外去了。可是我们自己内部的很多好的产品，其实很多市民还不知道。所以促进南北交流。这个增加城乡的这个交流，是我们这次办物产展的重要的目的。为期3天的大兴野相关无散展，12号开始到7月14号，在百货公司的美食街停场。活动期间除了有3场的手作 DIY 以外，消费满200，还会当参加抽奖。市民朋友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做肝癌手术进前，拢会用电侵率治疗测试做肝功能的评估，为了避免切齿的检体发生溶血，基美病医护理团队利用医疗较好失效模式，甲效药分析，建立了一套标准的抽血流程，帮助医师进行正确的肝脏测度手术。电侵率治疗的测试主要运用伫手术前的肝功能评估。用来测试肝脏的解毒甲代谢的功能，将药物注入去人体进前，甲体内15分钟后，抽血采样，看色素的残余量。一般正常伫10%以内。如果肝功能无好，百分比就会上升，提供医师判断测度的范围。不过，如果采样的过程无标准，容易造成检体溶血，影响判断。对此，基美医学中心护理团队经过1冬外的追踪甲探讨，特别建立了一套标准的电侵率治疗的测试采血标准。我们这个团队总共辛苦了大概1年半的时间。那我们在前面这1年的时间，我们把之前为了收集这样的数据跟去了解大概溶血发生的比例有多少，我们把去年1整年医院开过110位切肝的病人，我们去分析出来，发现这个溶血比例蛮高的。那经过这样流程改善之后，从今年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们有将近30位切肝的病人都没有发生过溶血的病人。这样子的抽血的检查对我们的帮助在就是第一个部分可以减少护理人员重复抽血，那也方面减少我们一个溶血的发生的比率。那最主要是可以帮助医生能够更精确的判断那个肝切除的范围。那最重要的是，因为这样子药物它是属于自费药物，健保不给付，可以减少病人自费的一个负担。这个是这个流程改善之后，我们抽到最大的一个效益。有了这套流程，包括各种的检体，要验几个，都有一定的标准。
运用以来，半冬内确实对住院的30个患者，拢无发生简体溶血。未来将扩大运用伫个无住院甲门诊的患者当中，造福病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大份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边光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7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